来看花莲市的本色燕麦场昨开始早起外楼，今仔透早搁火烧4点才拍花。清洁队表示讲，因为目前燕麦场的本色有8万吨，囤了上过济，搁囤了上过悬才会有早起。外界嘛质疑讲，即马本色的处理实在是有问题。 为着要把迄条粪扫堆内臭甲水气排出来，怪手将粪扫线一沿挖开，相对人伫边仔泉水降温，惊伊烧起来。不过到2日透早又搁开始翕烧，民众拢闻到臭味。有人来灭还是一样，后来他又在点燃，又燃烧了。早起来的时候大家会不舒服吗？对啊，就跟你讲懵懵的感觉。花莲市粪扫场目前的粪扫量已经到8万公吨，因为场地的限制，粪扫愈贴愈悬，高温曝日之下，内部会出臭甲水气，因为消透慢，增加量紧，清洁队头壳摸咧烧。台泥气化炉每天可以处理的垃圾量大概是200公吨。 那以我们整个花莲县的垃圾量来讲，大概有150公吨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足额的去气化，最多也只能够说，有剩余的50公吨可以做另外的处理。清洁队讲已经向环保局建议，敢会当予大年搁开第2个气化炉，马向环境部提出申请。有计明年伫厂区新增加2个堆置区，严格规定袂当超过5米悬，避免生臭甲水气，通危害空气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